有不平之情，有怨心怨，有屈心屈。众人下跪开放访问，8月7日全台首页关心方庙重新挂出放过新门2底灵牌，宣告新丰爷恢复秩序。今年24年也阁拄到3档1摆的公安岛接受孤魂野鬼来声援，同时准备新面谱做册记录。新丰爷孙伫旧历8月份的第1礼拜六登场，针对府城4个城门巡查掠鬼，伫重要路口会举行路祭仪式，由4爷8爷加上甘草林净化路面。东区、中西区，搁北区，南区有局部的所在，因为毕竟一暗的时间无法度巡伤远，所以讲一寡重点的路，也是讲较容易肇事的一寡较高事故的地点，阮才来巡扫安尼。这项传统祭仪伫2022年，互市府登录做台南市定民俗文化资产。热烈路祭不止吸引信众对叫，观看新丰掠鬼，嘛互一个信众感受到特殊的传统民俗文化。7月鬼门关之后，就有些没有回来的，我们会扛大轿，或是去把他们抓回来。人很多，然后大家都很有精神全程都几乎都全程走完。庙方为求安全，专程号召600多名工作人员沿路护驾、指挥交通。警方嘛伫咧重要路口维持交通秩序，整个可以一直到半暝完成任务了后，才返去庙前化金宣告圆满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